都持续，我们已经在石原岛来了第5次了嘛。当然未来有机会的话，还是希望这样子的交流活动可以继续办下去，不管在台湾或者是在日本，我们都希望可以一直持续下去。昨天的比赛其实很可惜，然后就是大家有拼到最后啊。那对于球队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或是规划上？当然，这几次跟罗德的交手，其实成绩都不是说理想。虽然说昨天只是最后一个出局数，可是其实有时候棒球就这样差一点点，其实是差蛮大一点的。选手也都是展现出了这个想要赢球的一个企图心。那就是说，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调整，帮助我们球队在回到台湾之后，能够更快进入一个比赛的一个状态。因为毕竟这2场比赛也是我们今年球季的前2场这个热身赛，其实选手也都还在找这个比赛的感觉。OK。